各位聽眾，大家好，今日為大家讀一則關於恒大集團同許家印的最新報道。據官媒新華社報道，恒大欺詐案昨日4月13日起在深圳開審。作為恒大創辦人的被告，許家印當庭表示認罪，承認包括集資、詐騙和單位行賄等多項指控。法庭將擇期宣判。他大約3年前因涉嫌犯罪被採取強制措施。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在4月13日及14日就深圳市人民檢察院提起的公訴進行公開開庭審理。被告單位包括恒大集團及恒大地產集團有限公司。許家印則以個人身份受審。其中，恒大集團被控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違法發放貸款、欺詐發行證券、違規披露重要信息、單位行賄。恒大地產集團有限公司被控欺詐發行證券。許家印個人除了上述多項罪名，還額外被控非法運用資金及職務侵佔。庭審中，法庭主持控辯雙方圍繞指控的事實進行了法庭調查及法庭辯論。被告單位同許家印進行了最後陳述。許家印當庭表示認罪悔罪。法庭將擇期宣判。據報，部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被告人親屬及集資參與人代表等亦有出席旁聽。呢宗審訊其實係恒大事件發展到今日嘅一個重要階段。要明白點解會走到呢一步，我哋可以簡單回顧一下過去幾年嘅經過。2021年，恒大爆發債務危機，當時恒大係全球負債最多嘅地產公司之一，欠債超過2萬億人民幣。香港有好多投資者持有恒大發行嘅美元債券，當時好多人都好緊張，因為債券價格急跌，投資者損失慘重。2022年，恒大無法償還到期債務，開始進入重組階段。香港嘅債權人因為持有大量美元債券，成為重要談判一方。當時香港法院多次處理恒大喺香港嘅清盤申請。2023年，香港高等法院正式頒布對恒大地產嘅清盤令，意味住恒大喺香港嘅資產將被接管，用嚟償還債權人。呢個決定對香港投資者影響好大，因為好多人嘅錢都卡住咗。2024年至2025年，恒大喺內地同香港嘅重組談判持續進行，但進展緩慢。期間，許家印同多名高層被調查，恒大旗下多個項目停工，樓盤爛尾，買樓嘅業主同投資者都好焦慮。而家2026年4月，深圳法院正式開審恒大欺詐案，許家印當庭認罪。呢個審訊係對過去幾年恒大債務危機同相關指控嘅一次正式法律處理。對香港人嚟講，呢件事其實有幾方面影響。首先，香港有唔少投資者直接持有恒大債券或者相關金融產品。恒大出事之後，好多人都損失咗唔少錢。雖然香港法院已經處理咗清盤程序，但最終能夠追返幾多錢，仍然要視乎重組結果。其次，恒大喺香港有物業項目，例如恒大中心等，呢啲項目嘅發展同銷售都會受恒大整體情況影響。香港地產市場對呢類大型發展商嘅動向一直都好敏感。第三，恒大事件令香港投資者對內地房地產同相關金融產品嘅信心受到打擊。過去幾年，好多香港人透過不同渠道投資內地樓盤或者債券。恒大事件之後，大家投資時會更加小心，更加注重風險管理。不過，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金融監管同投資者保護機制相對完善。香港證監會同法院都有積極介入處理恒大喺香港嘅事務，保障本地投資者嘅合法權益。總括嚟講，恒大欺詐案開審係事件發展到今日嘅一個階段性結果。對香港人嚟講，雖然直接影響主要係投資同樓市信心，但亦提醒大家
投資任何項目都要做好風險評估，分散投資，唔好將所有蛋放喺一個籃子入面。以上係關於恒大欺詐案開審嘅報道，多謝大家收聽。